高雄一个19岁姑娘啊，骑机车经过鼓山二路甲北斗街口，先违规来闯红灯，佮吹油加速度。轻列车的司机家己喇叭，伊拢无咧共插屁，差一点啊，就甲轻列车来相撞。惊险的一幕，互这个车顶的乘客看甲流凊汗。啊，这个姑娘啊，伊危险的行为，警方嘛当场甲开一张罚单，18000块。啊，讲这个高雄捷运公司嘛要甲告公共危险罪。讲这个高雄为今年到今，汽机车甲轻列车相下龙的事故已经有11件。大路口已经变红灯，骑车的小姐嘛是正活直直冲，佮骑甲真凶，一台轻电车险要甲伊弄着，这个画面，互民众拢惊一条。车顶的乘客看到这危险的画面，就算司机家骑喇叭，骑车的小姐嘛是硬要违规。很多这种摩托车或汽车都差一点撞到，很危险，我已经目睹好几次了。有的人可能看轻轨慢慢的还没到，他就闯过去了吧。喊过行为，扣停红灯的警察看到，随掠过去。完了，你完了，准备停一下。小姐违规行为，唔若爱受到罚单，高雄捷运公司嘛决定头一摆改告公共危险罪。我们以往的相关的擦撞事件呢，那汽机车可能至少都会有做一个减速的动作。那昨天这位骑士的话，他是完全没有减速，而且加速的一个通行，所以是我们觉得第一次会想要说，是不是呼吁警方这边能够以公共危险罪来加以论处。根据统计，今年到12月19，高雄轻电车和汽机车的事故已经发生上少11摆。这摆骑车的小姐违规趟过铁骑路，若爱面对上悬10000倍罚金，嘛涉嫌公共危险罪。万不幸若是发生事故，后果会真惨。